是险险啊去找严王报道，这是伫桃园中立行人路并交道，一架轿车为了要赶紧弄并交道，结果四支弹已经放落来，车船啊掉伫咧铁基路，会当讲是亲像文太师到绝龙岭进无步退无路。该在迄当时拄到一个真热心的民众，赶紧打进前，甲四支弹压悬，互这架车会当顺势抹救。这个车一个退后了后，就看到火车以真紧的速度驶经过，这人险险啊去拖走卖鸭卵。 一台白色轿车掉伫铁基路顶诶，一个好心的查甫人行过去，甲司机弹压悬，互轿车会当慢慢啊北去提转去。过无偌久，一台火车驶过，场面有够危险的。有充裕的时间啊，然后往后退的话，我想如果不这么做，也许会有更多的危险。一般那边都会有交管或保全，但是当天却没有看到，我也觉得有点纳闷。代志发生伫顶个月22号，桃园中立行人路的富美区里，白色轿车可能要抢时间，就算紧步咧等啊，也是吹油门要过，结果掉伫富美区里顶的车顶是一对母仔囝，成功互救出来了后，一直甲吴炳林洗倒车，毋过甲司机弹压悬的这个动作，铁道管理员认为可能会对仪器造成影响。好，电务段的系统范围，当我们把它举高。 到一个程度，仪器不超过1分钟的时间，大概40几秒到50几秒就会烧坏。伊嘛建议大家，若拄到这款的情形，会当紧市紧急开关，伫800公尺外，警示灯会倒起来提醒司机头前有状况，爱放慢速度。民众会当甲车位铁基路顶下塞走，若是时间真是无够，紧步咧等就代表火车要来啊，紧走就对啊。 搁看一个画面，轿车掉伫富美区里顶的查甫人赶紧斗相共，甲司机弹压悬，虽讲动作可能有争议，毋过人命着敢若一条，拄到这款的代志，也是先救人较要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